如果你搬屋問塔羅牌，但係抽到呢張高塔，咁你咩反應呢？話說之前咧有個熟客咧，佢想搬屋喎，咁啊睇中咗灣仔個單位，咁佢咧就走嚟問我抽塔羅牌，咁啊睇下間屋住唔住得過，咁啊同佢抽幾張牌啦，點知其中一張牌咧就係呢張高塔牌對 Tower 啦。其實個客咧就時不時都走嚟問我塔羅牌嘅，所以或多或少咧佢都知呢張 Tower 咧都唔方好嘢啦，因為睇個牌面咧又死人冧樓啦，又火災啦，又有到閃電咁劈落嚟啦，所以佢即刻同我講話唔考慮呢間屋啦。但係咧我就即刻 stop 咗佢，我話雖然咧一睇呢張牌咧代表你住入去嘅話係會容易啲遇到呢個電力嘅意外啦，或者係突如其來嘅火災啦，但係你抽到呢張塔羅牌咧唔代表宇宙叫你放棄呢間屋，而係提醒你有呢個可能性嘅。講真，你住第二間屋嘅都可能會發生電力嘅意外啊，或者火災噶嘛。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呢間屋嘅，咁你咪 check 真啲屋入邊啲電線啊、電錶啊、電箱啊，專業啲嘅你咪 check 下啲電啊啱唔啱咯，將呢啲咁嘅風險減到最低，咁入去住得咪安心啲咯。你估香港地揾一間自己啱心水又平靚正嘅屋咁易咩？雖然呢個客最尾咧都冇選擇搬入去住，因為佢同我講話張牌好恐怖咯，佢搣唔甩嗰種恐懼感。咁冇辦法啦，因為佢信塔羅牌嘛。希望佢之後可以快啲揾到另一間平靚正嘅屋啦。如果你對呢張牌有其他睇法嘅，不妨留言俾我啊！